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11节到19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安息日。圣经对伫安息日的教导有真济，嘛真严格的要求。特别对伫犹太教徒来讲，安息日通讲是真严重甲讲爱用法律来执行的一种方式。到伫以色列旅游所住的旅社的电梯，拢会标明一个牌写的吼。安息日，本电梯自动每一层楼停止。原因是因认为讲举手来试电梯要去几楼，就是已经叫做做工啊。若安尼做到严重违反着安息日，啥物拢袂通做的诫命。这是真严，也是伫家人内底咧紧骨头咧。到底圣经内底安息日是啥物呢？福音书的中间，耶稣有几啊摆因为安息日的代志，甲法利赛人、犹太教徒有非常严重的争论。但是耶稣基督也真明白来甲法利赛人讲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过去也因为以色列人敬拜偶像，所以因无遵守安息日，也无敬拜上帝，离开上帝远。也因为安尼，因遭受到处罚。耶利米先知又搁看见2个异象，这异象是预言这个背叛上帝以色列人将来要得到处罚。就是巴比伦对巴比伦来的攻击。耶利米书提到第1个异象，圣经讲，上主问耶利米啊，你看见什么呢？我回答讲，一支这个形树的枝。上帝讲，无毋对，我时常警觉，要互我的话来实现。形树的异象有这个相定的意思。形树比其他的树搁较早来布芽，较早开花，宣告天这个春天已经到这个也是讲。咧表明上帝恩典会紧就到，这是伫犹太人的文化中间所咧讲的。形树伫希伯来文甲这个警醒，也是讲注意，一字是非常相款的，所以意思相款咧提醒先知。上帝有咧注意，并且管理人一切的代志。伊所讲的话一定会应验来实现。接续上帝佫提到第2个异象。圣经讲，上主又佫问我讲，你佫看到什么？我回答讲，我看见北边有一个滚烫的鼎，这边倒过来。伊对我讲，将来要有灾难对北边来，摒伫即个所在所有的子民，因为我要调集北边所有的国家，因的君王要伫耶路撒冷的城门、城墙周围，以及犹大境内逐城建立因的政权。我要处罚我的子民所犯一切的罪恶。因离开我，献祭互别个神明，拜家己的手所做的偶像。
但是因为上帝这先知所传达的预言，事实上就是咧讲到犹太人要受到的攻击，包括当初时的君王、官长、祭司以及人民，这拢是因为以色列人无守安息日，无敬拜上帝，违背上帝，将会拄着大苦难。看起来因改成孤军来奋战，这个先知耶利米好那亲像真孤单啦吼，非常的无助啦。但是事实上，伊并无孤单。伊所服侍的上帝应允讲：耶利米啊，你着爱准备好，将我的命令，你所讲一切的话甲因讲，你毋免惊因。无，我会互你伫因的面头前搁较无胆。耶利米啊，你听，犹大全国顶的君王、官长、祭司甲人民，拢要攻击你。但是我今仔日要赏赐你气力来抵抗因，你会亲像堡垒、铁条、铜墙一样会坚强，因袂话来甲你拍败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我要解救你，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这是守安息日的人所得到的应允甲祝福。守安息日是为着要互人甲上帝有正确、亲密、佮细正的关系。守安息日并毋是要为着守来守，佮较毋是要守迄个外表的形式。但是真可惜，犹太人却是将守安息日当做一个形式化、死守的界面。对因来讲，咱会当用讲滚笑的讲法，因只有两个不准。伫安息日的时阵，这个也不准，迄个也不准。路加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记载，耶稣的门徒因为腹肚枵，伫安息日经过卖野田的时阵，着卖一马的麦穗，甪来食。就遭受到遐个看见因的法利赛人的批评。因安尼讲：恁做啥物伫安息日不准做的事呢？但是耶稣基督回答因：大笔甲伊的随从伫枵餓的时做啥物？恁敢无读过吗？伊行入去上帝的圣所，去献互上帝的饼，互伊才会随从来食。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，任何人食拢算是违法的。如果伫圣殿内底珍惜的饼，拢会当摕互大笔甲伊才会随从来食，那安尼伫安息日有人枵，有人破病，有人喙焦，有啥物袂使呢？伫安息日听人赞人是无受允准的吗？为什么会安尼呢？摩西的诫命毋是要求人着爱尽心尽力来听上帝，佮着爱听厝边吗？佮较何况耶稣基督甲咱讲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今日多数的基督教会无搁再死守安息日，乃是伫各活节的主日来敬拜上帝。但是守安息日的精神，却是咱需要去注意的代志。基督徒应该用敬拜上帝甲上帝建立亲密佮细正的关系做第一的要务。这是安息日的精神。安息日对你我来讲，佮较无应该是一个
方式，是一种时间，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。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，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投放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歹年就受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我要不时称赞你。感谢上帝创造宇宙甲世界，通互阮得到受差派来，通住伫你所创造的爱殿园内底，互阮通得到安息。恳求主帮助阮用生命来甲你结连，甲你建立合理佮亲密的关系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